曾因为演出报告班长，让艺人妥宗华打响知名度。不过后来却陆续爆出负面新闻，包括2度传出闹事，甚至还曾对妻子施暴，和弟弟动手。这次搭乘飞机时，居然又遭人拍下影片，疑似酒后骚扰，重创形象。因为演出经典国片《报告班长》，让艺人妥宗华一炮而红，甚至在2005年拍摄《孤恋花》，夺下金钟影帝，在演艺圈闯荡多年。但从2008年开始，接连爆出负面新闻。妥家3兄弟最早出道就是妥宗华，当初因为《报告班长》系列成名，后来重心转往大陆发展。报告班长系列让妥宗华靠铁血班长的形象成名走红，只是自己的人生剧本却也一波接着一波。和前妻陈思结婚时大方宴客，但隔没多久，2012年就经传对妻家暴，陈思到派出所备案，登上新闻版面。和妻子不和，就连手足也动手挥拳。2014年因为父亲抚养问题，2兄弟互殴，双双进警局做笔录。接着2015年就和前妻爆发离婚。原以为这几年事业重心不在台湾后，行事风格转为低调，不料这回又遭人指控，疑似在飞机上性骚扰闹事。妥宗华自毁爱妻形象，又和弟弟动手。这次虽然事后自己澄清是酒后说话比较大声，但负面事件一桩接一桩，过去深植民众心中的军人形象，恐怕也回不去了。